我都係為你好咋，你唔做出面大把人爭住做你個位啊！你可唔可以唔好咁敏感啊？除咗我，仲有邊個頂得住你啲脾氣啊？大家好，我係沙姨，你而家聽緊嘅係我嘅節目沙姨聲節目。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個字 PUA， 呢個字你一定有聽過，但係你有冇諗過，其實你可能自己已經俾人 PUA 緊，但係你自己唔知呢？今日唔單止我會講點樣唔好俾人 PUA， 仲想拆解下點解有啲人咁沉迷於操控人哋去 PUA 人呢？因為了解到佢哋，你先至可以知己知彼。PUA Pick Up Artist， 好多人都以為淨係發生喺男女嘅感情之間，但係其實呢一個係一種心理操控，甚至進化到無孔不入。PUA 其實可以發生喺職場、家庭、朋友、拍拖，甚至乎係親子關係。俗稱職場 PUA、朋友 PUA、親情 PUA， 只要你諗得到嘅，其實都可以擺到落去㗎。而佢哋嘅套路呢，通常都有3部曲嘅。第一步就係做神同捧殺。一開始佢會對你非常之好，話你係遇過最特別最叻嘅人，等你卸下防備，覺得哇佢真係好欣賞我，佢真係好明白我。咁樣嘅時候呢，佢就會去到第2步啦。第2步佢就會摧毀你嘅自信，佢開始喺啲雞毛蒜皮上面嘅事度挑剔你，會問你點解你份 report 會用呢一個 font size 㗎？你係咪冇心機做啊？你今日着件衫好顯肥喎，不過算啦，你中意咪得咯。佢哋最叻咧就係用為你好嚟包裝，將你踩到地底嚟咁樣。第3個咧就係煤氣燈效應啦。當你反抗嘅時候咧，話佢講嘢好難聽，佢會點啊？佢就會話你發咩神經啊？我都咁冇咁嘅意思，你成日自己諗多咗，你情緒有問題啊？吓，我講事實啫喎，如果你唔中意聽，你應該諗下個問題喺邊咯。你唔好咁敏感啦，咁情緒化啦。我都係為你好咋，你咁嘅個性去到邊度都好唔着數咯。以上嘅種種 comment， 久而久之聽得多呢，你就會開始懷疑自己啦。係咪真係我唔啱呢？係咪我真係咁差呢？如果你身邊有一個人，無論係老闆、同事、另一半，甚至係屋企人，每次你同佢傾完偈，你都會覺得自己好差、好蠢、好冇用、冇晒 energy。其實未必係因為你差㗎，只係你中咗現代人最常講嘅 PUA， 你俾人精神控制咗。PUA 嘅核心價值有一樣嘢，就係打低你嘅自我價值，令到你依賴佢。咁點解會有人咁中意操控人，咁中意 PUA 人呢？原因呢又有幾個嘅。第一個係因為佢自卑，你可能會覺得奇怪，佢咁強勢咁 strong 嘅人點會自卑啊？但係其實真正有自信嘅人呢，係唔需要踩低人嚟捧自己嘅，只有內心空洞、自我價值低嘅人呢，先要透過令你覺得自己唔得，而生產到佢自己好有價值。當你開始依賴佢，你開始驚失去佢，當你開始聽佢話，佢就會覺得我好重要㗎，我控制到你，我好有存在感。呢一種成功同滿足嘅慾望，對於佢嚟講就好似毒品咁，慢慢變得貪得無厭，心裏面嘅惡魔咧就會變成刀去攻擊你。第二種就係有啲人咧天生好驚失控。佢哋唔容許你有獨立思想，唔容許你強過佢，唔容許你唔聽佢話，因為你一旦獨立呢，佢就會失去掌控權，而佢最驚嘅唔係失去你，係失去對你嘅控制，所以佢會打擊你嘅自信，孤立你嘅社交圈子，令到你懷疑自己嘅判斷。例如明明佢講過嘅嘢，轉個頭就話係你記錯，慢慢令到你唔信自己，淨係信佢一個。去到呢一步，你已經俾佢心理圈養咗啦。第3點呢，就係佢根本就唔識得愛人嘅。好多人將操控誤以為係愛，佢以為我管你就係愛你，你只可以屬於我，你要聽我講。但係真正嘅愛係建立喺尊重上面。PUA 式嘅愛呢，其實係佔有，佢愛嘅唔係你，而係擁有你嘅感覺。
第一種情況比較容易喺職場同朋友之間見到。喺職場上面有唔少同階嘅同事為咗上位會踩低你搏表現，原因係因為佢做得唔夠好，又或者佢唔夠你好。通常呢啲事有可能係同你最 friend 嗰位同事做嘅，因為如果你同佢唔熟，你根本唔會聽佢講，從而你俾到位佢入。另一種就係上司，好多上司都會用打壓嚟對付自己嘅下屬。以前會講呢啲叫下馬威，一嚟就擺款先，又或者一啲雞毛蒜皮嘅小事都同你計，專攻你嘅弱點，等你覺得如果唔係我請你，你黑米啦。成功 PUA 到你聽晒佢話，就會同你講我哋坐埋同一條船，但係佢坐喺甲板曬太陽，你就撐船做勞工。而朋友方面啦，讀書嗰陣時就比成績，出到嚟社會就比成就。你回想一下，曾經 PUA 過你嘅人，其實都係同你 friend 過嘅人，因為你同佢 friend 過，佢先知你嘅弱點喺邊，一針見血攻擊你最軟弱嘅地方。家庭出身、社會地位、衣着品味，甚至另一半都可以比較。當佢唔夠你好，佢可能會話我識邊個朋友都叻過你啦。佢唔係想同你分享厲害嘅朋友，而係想同你講我高階過你，將自己變成有毒嘅人。驚失控同埋要管住你，聽落係咪好熟啊？就係好多父母對仔女嘅方式。當你仲細個，父母會幫你決定好多嘢，但到你有獨立思想嘅時候，佢就唔容許你強過佢，唔容許你唔聽話，因為佢驚有一日你唔再需要佢，佢會變咗冇價值。喺呢個環境長大嘅小朋友，可能潛移默化覺得管教就係愛，去到感情關係就會同伴侶講，我管你就係因為我愛你啊嘛，甚至過度干涉對方嘅私生活，變成操控對方、失去安全感嘅怪物。咁點解有啲人特別容易俾人 PUA 呢？通常有幾類人係比較容易中招嘅。當你太驚孤獨，太想有人陪，你就會降低底線。當對方一對你好，你就會覺得哇，終於有人要我啦。於是後期就算佢貶低你，你都會忍，因為你唔想失去最初嗰份溫柔。第二類就係原生家庭被否定嘅人。如果你細個成日俾人話你唔得，你唔夠叻，你要再努力啲，到大個嘅時候你就會潛意識覺得我本身都係一個唔夠好嘅人。當有人用同樣嘅方式對你，你反而覺得好熟悉，而呢份熟悉感就會誤以為係安全感。第三類就係太善良嘅人啦。善良本身係冇錯嘅，但如果你永遠都幫對方揾藉口，佢最近壓力大啫，其實佢都幾可憐啦。咁其實佢都係因為愛我啫嘛，你就會一次又一次咁合理化傷害。呢一點令到我諗起有人講笑話，如果你阿媽貪錢，你就有個有錢老豆；如果你阿媽貪靚仔，你就有個靚仔老豆；但如果你阿媽善良，你就會有個又窮又醜嘅老豆。講咗咁耐啦，咁點樣唔俾人 PUA 啊？其實最緊要呢，你要清楚自己值得幾多。任何人話你唔得，都唔會動搖到你。你要記得，全世界最愛你嘅人一定係你自己，因為你唔會將自我價值交俾人哋去定義。另外啦，就係要留意長期模式，一次兩次可能係情緒，但係長期俾人打壓嘅話，就唔係溝通問題，而係操控問題。另外，當你懷疑自己嘅時候呢，就要停一停，諗一諗。健康嘅關係其實係會令到你更加有自信，更加發出光芒去做你想做嘅嘢。但係如果一段關係令到你越嚟越自卑，越嚟越驚講錯嘢，越嚟越唔似自己，咁呢段關係呢係出晒事嘅。到最後就一定係咁走啦。要走要離開係好難，但係好重要。PUA 最成功嘅地方就係令到你覺得我離唔開佢，但係其實你離唔開嘅唔係佢，係你對被重視嘅幻想。如果你而家聽緊，發現自己好似正處身於呢種關係，唔係你太敏感，亦都唔係你玻璃心，唔係你麻煩。真正愛你嘅人唔會令到你長期懷疑自己，你值得俾人尊重，值得俾人平等對待，值得一段令你變好嘅關係，而唔係一段令你自己縮細，令到你冇晒尊嚴，甚至乎無限遷就對方嘅關係。
PUA 之所以存在，係因為有人中意操控，亦都有人未識得保護自己。但係大個啦，就係要開始識分辨邊一啲人係對你好，邊啲人對你唔好。當你開始覺醒，對方呢就冇咗力量，佢就失去咗操控你嘅能力。因為操控淨係對未清醒又或者初出茅廬嘅人有效。學似倪匡話齋，人類之所以有進步，係因為下一代唔聽上一代嘅說話。今日嘅節目嚟到呢度，如果你覺得呢集好聽嘅，歡迎留言或者 share 俾你關心嘅人，可能佢都需要聽下點樣去脫離一段 PUA 嘅關係，又或者點樣去放下，令到自己活得更加開心，更加輕鬆。我哋下集再見。